Hello，各位大家好，我係 Angel 啊，又喺度同大家見面啦。其實我喺呢度係想作出呼籲嘅，我哋麗晶花園特別業主大會會喺3月1號星期日2點30分喺羽毛球場嗰度舉行嘅。我喺度呼籲各位業主到時參加。議程除咗係會選補選個委員同埋主席之外呢，有幾個重要嘅議題嘅，包括係揀選我哋新嘅顧問公司升降機更換同埋井道混凝土修葺，授權雲健物業有限公司代表法團同埋日立電梯香港有限公司簽訂升降機更換工程合約，同埋浩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簽訂升降機井道混凝土修葺工程合約。仲有一樣就係我哋關於第9座管理處同埋會議室拆卸原地重建嘅工程項目，呢幾樣議題都十分之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夠可以出席到呢個業主大會，為屋苑出一分力。到期時我都會出現同大家見下面打個招呼，好希望大家能夠出席參與。為咗我哋屋苑，我哋法團都做咗好多嘢。我喺呢度都多謝我哋法團秘書去為我哋屋苑同特首辦啦，同埋呢個民政事務處去幫手揾佢哋協助嘅。咁我哋嘅公契經理人雲健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佢有啲係冇做或者係做得不足嘅地方，都要我哋法團去密切去監視，希望大家盡一分力嚟到特別業主大會去投票。唔該晒各位。